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海巡署最近查到一件下国人体运动的案件，有一个泰国籍木姓贵的教练，4月份为泰国来咱高雄，去互海巡署抓落来，带去照电工。落尾手发现伊腹肚内底一粒一粒拢是毒品，用10天的时间才全部拢排出来。海巡表示，这些毒品拢总是72粒的海洛因，有289公克。然后，这个教练目前已经防收押，检方嘛甲起诉。海巡人员透过环境，请一名泰国籍的查甫人配合调查。海巡署高雄查缉队4月中接到线报，有个冠名单的人入境高雄。海巡随出动去查人，想要到伫咧机场查检的时阵，海关人员就伫咧查甫人的身躯顶先找到5粒一级毒品4号啊，怀疑是人体菌毒，遂甲人带去病院照电工，果然发现腹肚内底拢是毒品。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旁监护，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扣72颗海洛因胶囊。因为毒品若破去，险关会有生命危险，前后用10天才把所有毒品排出来。海巡表示，这个35岁泰拳查甫教练，去年5月就捌来台湾，迄当阵无查到什么故障，不只有发现伊甲几落个外国人有接触。这回入境，海巡共款密切监控，想要到竟然是人体菌毒，做一摆吞72粒，这款行为和医师感觉真唔通，除了可能会甲肠仔钱害以外，只要毒品流出来，就会危害生命。这个包装一旦破裂或渗漏，高浓度的毒品就会迅速被肠胃吸收，可能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中毒。以海洛因来说，这个患者就可能嗜睡、意识不清、瞳孔缩小、呼吸变慢，严重甚至呼吸停止、缺氧、昏迷或死亡。海巡表示，这回查到的4号啊，总重量大约289公克，市价价达360万。现在高雄地检署也按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对这名查甫教练正式起诉。记者柯家朱超用高雄场报道。立法院3读通过台湾绩效成长未来考核条例，行政院计共有7届唔复数。最后立法院长韩国瑜是感觉真不满，批评讲执政权更较大，嘛大袂过宪法。多用台是回应讲，互违宪的法案无法度实施，这是行政院的责任。调查对假是愈来愈严重，行政院宣布无要复苏立法院3读通过台湾绩效成长甲未来考核的条例。立法院长韩国瑜真不满，伫面册讲动话骂行政院长倒英泰，质疑到底是谁互行政院权力会当一届搁一届拒绝面对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强调执政权搁较安怎大嘛大袂过宪法。啊，倒英泰是回呛转去，点名韩国瑜主导的立法院一再来破坏宪制的权力分立。破坏国家的财政纪律，批评韩国瑜国册是读袂少，也毋过宪法甲预算法是袂记哩，爱好好读。不复职的权利来自宪法，这是宪法赋予我们。如果立法院能够容许这个违宪的法案一直出现，那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这些违宪的法案不能实现，这是保卫国家必要的责任。针对党院长临来7届无要复苏，互在野党是心肝火热，若被批评行政院长毋是立法院的太上皇，若面对3读通过的法律案，认为讲行袂通，应该照规定提出合议，也是失宪。啊，若民进党立委是批评韩国瑜失格，是无愿意守护国会尊严的立法院长。有可能他这个当了几十年的政治人物之后，他早就把中华民国宪法抛诸脑后。所以他动不动就说我们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是违宪，违宪在哪里？是他说的算吗？我早就很不耻他这种行为啊。行政院就不顾军警消的权益，不在意台湾儿少的福利，不管地方财政恶化死活，反正我就是独裁。行政院大于立法院。当国会协商功能完全没有办法发挥的时候，他假装中立；当国会有重大争议法案硬要3读表决硬闯过关的时候，他就只会敲下议事锤；当国会发生朝野冲突的时候，他假装没事。目前115年度追加预算案，也有116年度的总预算案，也无送入去到立法院。外界关心立法甲行政的关系恶化，敢会去扫到风台尾？哪位表示会按照定数来做审查？啊，毋过嘛讲知影，就要想对策，避免行政权爬去到立法权的头壳顶。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韩国的艺术展览《光州双年展》，9月份就要起稿啊！咱的国立台湾美术馆今年头一届用“台湾馆”这个名来参加申请这个展览，想要到主办单位宣传海报顶悬“台湾”这字，煞共改做是国美馆英语的缩写。今麦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讲，已经有甲韩国伫咧沟通，会争取以当初签订的协议用“台湾馆”这个名来参加。 出动吊车，甲步步挂起哩。韩国光州双年展9月初5随要起稿咯。国立台湾美术馆嘛第一摆以台湾馆之名申请参展，不过整日公布的宣传海报顶头有各个名称却多多无看的台湾，原来是主办单位无提早告知，就甲台湾馆的名称改做是国美馆的英文缩写 NT 魔法。以台湾馆的名称可以出去参加展览，是一个。 当然是大家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大家很希望以台湾的名义在国际参与以英文相关的交流这样子。关于政治审查的问题，把这些名字的审查或把作品审查掉，有些艺术家其实蛮愤怒这个行为，他们觉得自己被羞辱到了这种感觉。 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拢行一条发出联合声明，指出光州双年展基金会无重视国美馆真侪届交涉甲抗议，硬要甲台湾的名摕掉，牵涉对艺术展览进行政治心态行为。文化部长李婉甲外交部长林佳龙嘛针对这件代志会面达成共识，若无得到正面回应，无排除会采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护权益。外交部跟文化部都有持续关注跟在协助这件事情的交涉。 那包括对光州市政府还有主办单位，那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自由也是当时有协议所以对于擅改名称那我们会就是极力来交涉争取，因为还有点时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林佳龙表示，佮咧和韩国沟通，要以当初签订的协议以台湾馆的名称参展，佮特别强调，光州伫韩国历史上是民主、自由、人权的重要象征。希望主办单位莫违背举办光州双年展的宗旨。记者综合报道。中立邮局验出致癌物苯苯比超标这个案件，即卖为着要修补涉案的空棚，立法院再去继续排审涉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针对这个案件，相关的业者真紧就予起诉。魏国昌是讲，这是要替官员来脱罪。也那卫福部长赵忠良是强调讲，伊是为着涉案的制度负责，毋是考虑伊个人。 中立邮局验出致癌物苯苯比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前日侦查终结，以违反涉案法定罪嫌起诉中立邮局以及下游福寿、福木邮局、泰山等4间公司的高层，总共15人。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质疑，检调起诉业者是咧替官员脱罪。卫福部长赵忠良回应强调，感谢检调查明真相，将会负起责任，修补涉案制度。那个人是不是要留落，也无暗算。我想我一直在谈去留不在我心中。 我们的责任就是赶快把制度该修补的修补，那么把这个油品的安全还给国人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为了要修补涉案空棚，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19继续排审涉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提案的版本修正的重点包含5大方向，包括强化源头的管理、制停的管理、加异常的通报。 强化品质管理，甲强化数位治理等。未来发生重大涉案事件，中央会当成立涉案指挥中心，佮甲网络购买食品纳入管理，佮不变大贸易度的义务。毋过在野的立委认为，佮爱明定预防性落市，甲重新上市的标准。20% 的一个神秘的会议记录，还有一个下架原则一直到很后面，我们才看到政府完全的把它做一个揭露的动作，但为时已晚。 另外，行政院办的草案嘛，明定业者必须爱伫发现产品异常起算24点钟内通报。若违法罚款上悬会对现出示300万，提悬到3000万。因为涉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包含行政院版本甲立委提案，总共58条，下晡会阁继续逐条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大巨蛋启用了后，确实是带动各种的效益。即马台中甲新北嘛宣布讲要起新的大巨蛋。 不过，立委烦恼讲，起这么侪间大巨蛋，尾也敢会变做是蠓仔馆，放伫遐咧盈利，所以要求相关的部会都要提出综合评估。
会当容纳4万人的台北大巨蛋启用了后，和棒球迷甲球员唔免烦恼，因为落雨就停赛，嘛带动新一波的棒球热潮，甲包含演唱会经济在内其他产业发展。台中市嘛宣布要以 BOT 案，伫水南经贸园区兴建会当容纳大约4万5到4万6人的台中超巨蛋。新北市嘛定案要伫树林区兴建有5万人座位的新北大巨蛋，甚至袂少南部的民众嘛希望南部嘛会当有大巨蛋。各界关注，若要起这个巨蛋，是毋是饲得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19特别要求体育部在内相关的部会提出评估的报告。大型的必须要有完整的规划，那我不晓得国发会你们怎么做？国家到底要多少的智慧制蛋或者是巨蛋，其实还是跟着整个区域发展跟国家发展是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尊重这个主管机关跟运动部这边的专业的的看法来做规划。这样子就没有意义啦，因为今天请你们来，大家都想要问这个问题啊。这位立委拢对相关部会也未提出整体规划想法表示失望。另外，主办机关到底应该是体育部，也是国家发展委员会？立委的看法跟政府机关是无相同。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国发会来组织啊？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评估的方案。运动产业发展条例其实是运动部主责，当然我们会跟运动部一起来就区域发展还有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看，说这个供需之间在哪一个地方需要做这些巨蛋。运动部主责，但是这个国发会负责这个政策的协调。好，我还是觉得由国发会来。好，那里的立委拢认为，大型室内多功能场馆的营运，无可能干那靠体育活动，嘛包括艺文展演、国际会展以及商业服务等活动，应该由国发会整体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美国18四大指数收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落5%。台股19早盘是45071点开价，盘中捌落要1000点，失守45000的关卡。台股今仔日收伫咧44719点，落589点。有学者分析，最近全球股市无稳定，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影响，而且美伊战争若阁继续拍落，这变数恐惊是愈大。受到美国股市暴落嘅影响，台股19加权指数以45071点开出来，盘237点，盘中阁捌盘要1000点，台积电开盘落35块，来到2345块。主要权力股早盘全面拢撤落去，分析师就指出，因为国际油价升起哩，全球这次卖平买阁较济，台股呈现整理的局面。昨天呢，在科技股的一个部分，费半指数重挫这个直接拖累到了台股、韩股、日股，今天早盘都开低。未来这1-2天呢，行情可能会再震荡一下。我们会观察月线以及季线。亚洲主要股市19开盘，同款嘛是卖较济过买。日本日经225指数开盘了后，阁捌落超过2000点。韩国开盘阁捌落5%到6%，启动暂停交易的机制。有学者就分析，全球股市拢受到美国经济基本面短弱、电子商品以及需求短弱，投资人的信心拢受到影响。美国的消费可能会开始松动。那一旦那个消费开始下降的话，4大云端公司美国7大科技公司，他们在 AI 上面的这个投资，可能就开始会受到影响。学者就指出，美债互市场偏赎回，造成殖利率冲悬，加上美伊的战争纠缠，互美国的通货膨胀变较严重，市场的信心不足。最近全球股市的无确定性也是真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宪法法庭中日认定具宪法追诉权时效的规定，并无考虑到儿少受害者因无法度随着讲出受害事实，而且嘛过度限制司法救济的权利，所以宣告违宪。今仔日几个 NGO 的团体做伙徛出来呼吁，应该爱赶紧修法，还受害者一个公道。守护儿少，为爱实现。大声喊口号，希望在实现案了后，各界会当继续关心线尾的相关修法甲配套。宪法法庭前几天认定具宪法的追诉权时效规定，无考虑到儿少被害人无法度即时甲受害事实讲出来，超过限制司法救济权利，宣告违宪。互实现案有关的11个被害人裁决全部废弃。发展去原地管辖的法院中心审理，当初时协助涉嫌的 NGO 团体拢感觉真安慰。我们的事项案件。这一次只是刑事追诉期的问题，我们仍然有民事请求权时效的事项案等待审理。
不一个 NGO 团体斗阵呼吁，后壁相关的修法等等的配套应该赶紧排咧。国家就无应该互也未行入宪法法庭的幸存者，一直互制度放袂记。如果性侵害的追溯期即使延长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友善的司法环境，没有一个性侵害的专属的证据法则，它一样是枉然。要求这些立法委员应该要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积极赶快来排审这些关于刑法、民法相关的追诉期的修法的草案。NGO 团体嘛呼吁司法体系应该赶紧检讨性暴力案件的证据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认定证据的可信任度。证明力的部分呢，它涉及了法院司法审判实务的见解，还有法院在具体个案当中行政的形成。那我们所属的检察官在这个个案当中，我们会积极的侦查，那也会强化补强的证据。除了法务部有做回应，对 NGO 团体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研述、辩论审理。司法院宪法法庭书记厅就表示，这属于宪法法庭的审判事项，随着会互宪法法庭审理了后，互大法官共同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市府环保局企业工会，今仔日有100多人去市府头前抗议，因指控市长张善政讲清洁队的工课卖外包，也阁有当年争议的政策跳票。因为800基头的人口甲清洁队的卡手来比，桃园市的大头是上重的，所以工会抗议这并无合理。环管处回应讲，张善政的任内已经增加276个人，也若原价增加的部分，嘛会持续甲环境部沟通甲协商。场面一时用要失控，当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企业工会19动员其他劳工团体900人到市政府头前抗议，指控市长张善政承诺跳票。800基头都市人口甲清洁队人力比较，桃园市一名清洁人员爱服务806人是上悬，平新北市服务735人，台北市服务508人，悬真济。在我们北北基桃来讲，我们的人员比我们桃园是应该合理的配置我们的清洁队员的人数。桃园市的清洁队员罕见有3个企业工会对外包的看法出现分歧。市政府企业工会和环管处企业工会认为，特定辅助业务适度委外，会当减轻第一线队员过热的压力。桃园市政府环保局每一次的清洁队招聘，它每一次的清洁队上限，它都是提高的。任务性的外包，其实我们是支持的。针对当年争议，环管处回应，市长张善政任内已经争议276人，增幅9.5%，是老道之首。目前人力已经超过环境部的标准，而且3档内含3个企业工会开会超过100场，强调落实达到高成，未来嘛会继续沟通协商。就未来我们针对这个设置原则如何兼顾市民服务，然后以及队员的一个人力可以挹注，我们会持续的跟环境部再来做一个沟通和协商。对抗人口继续成长，清洁维护需求嘛大大增加。同一个机关内，国内工会诉求无同，要安怎伫维持市民本色的清运品质，保障队员劳动条件，甲整合内部无同声音之间抓一个平衡，考验市府团队的沟通甲调度智慧。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的天气较无稳定，气象署提醒，为拜四到礼拜各地较会落雨，尤其是遮方便的中南部甲东部的山区，可能会落局部的大雨，也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另外，目前伫咧关岛的东南边有一个低气压，气象署讲可能会伫咧今仔日形成今年的第18号风台沙丁尼，所以会继续来观察。这几日连绵落雨，连绵出日头，天气的变化真紧。气象署表示，拜四开始一直到礼拜进前，受到西南风加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会搁较无稳定，各地落雨的几率拢真悬，也有可能会出现单雷公、透大风这的激烈的天气。尤其是遮方面的中南部甲东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也是短延时强阵雨。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来讲的话，这明后2天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在礼拜六跟礼拜天来讲的话，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的话，都是还是容易会有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情形。那在其他地方来讲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气象署也指出，拜二暗时8点，伫关岛东南边的海面有形成一个低气压。气象署预计，这个低气压可能会伫拜三结束今年第18号风台沙丁尼。气象署讲会继续观察以未来发展的情形。在比较远洋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就是昨天晚上8点所形成的这个在新地气压。那预计在今天的话，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可能会形成这个台风的部分。那以目前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会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然后稳定的是朝这个琉球群岛方向去做移动。
另外，气象署也提醒，这礼拜无落雨的时阵，天气会较翕热，中南部外山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若拜五、拜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西南部、东南部甲皮湖可能会出现大雨，沿海的民众都要注意。记者古玉基林秀凯台北报道。面对少子化的问题，台北市府继续推动补助。今嘛因创下全国头一个，按算伫咧明年1月份推出月内加菜金，也就是生产了后食食费用的补助，而且无排付条款。只要是台北市的负责人生产了后，会当摕到3万块月内补助，希望会当减轻生产了后调养身体甲做月内的经济负担。台湾的人口已经连续31个月是负成长，7月全台湾出世红婴仔敢若剩7000多个，甲去年同期比减15%。面对这款少子化问题，为着鼓励生囝，台北市政府创全国大省，打算伫明年推出月内加菜金、产后食食费补助的政策。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这项补助无排付的限制，只要是妇人人生产了后，都会当摕到3万块的补助。我想今天我们推出月子加菜金。就是除了减轻很多爸爸妈妈家庭的负担，更重要，我们要让所有的妈咪安心，好好的爱自己，这也是对 baby 最好的爱。另外，台北市府未来嘛针对生育相关的政策扩大实施，亲像因为疾病或者是治疗可能影响生产的女性，明年开始，领导人的补助上悬会使摕到7万支。另外，今年10月佫会推出新手家庭特别门诊，产妇坐车的补助金也按原本的8000点提高到1万点。纳入这个25到40岁，那因为疾病或是治疗可能影响的这个女性，我们把这些都涵盖进来。那之后呢，保存，因为它需要拿出来使用，所以保存费呢，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个4年12000元，那可以及时的来使用，那让这个冻卵的效果可以更加的一个发挥。所以我们有4个专师来照顾，医师、护理师、营养师，还有社工师。所以我们在10月份会开始每周2诊，在妇幼专责医院，大概就是在礼拜2跟礼拜4的下午。台北市府讲，针对教育方面，市府也打算提悬读私立幼儿园的补助，5岁囡仔每学期增加5000块，若2岁到4岁囡仔，卖将原本补助的条件放零，希望透过政府的力量减轻父母的负担，嘛增加民众生囝的意愿。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渔船放铃掠鱼会破坏环境甲生态，所以这几年政府嘛持续推动转型。不过，宜兰辅导渔船转型的数量是愈来愈少，目前也有244只渔船要咧放铃咧掠鱼。就县府讲会甲中央讨论，看敢会当增加补助来提悬转型的数量。伫宜兰的渔港4月当看到渔民咧修理铃毋来破坏环境，若真侪渔民嘛怨叹这款掠鱼的方法是大细只拢掠，对渔业资源的影响真正无好。海底废弃的铃嘛定定的酸断渔船。环保也是讲渔法啥，值得讨论的，要学者专家。海洋那个什么生态就是没有像以前渔获那么多啦。渔民讲要安怎甲放铃讲拜拜，这是值得讨论。这几年政府一直咧推广甲放铃做转型，不过审计师调查，宜兰这几年来放铃辅导转型的数量是逐年来减少。去年10月到今，申请的敢若剩4件，全县也有244只船是搁咧放铃爱等待转型。不同的作业方式，应该说设备啦。我不同的作业方式，当然需要的配备不一样嘛。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一支钓，就是所谓的钓鱼那种，钓竿就直接去钓。可是这个也是需要技术啊。头社区议会就讲，实际咧做放铃的渔民，真侪拢已经有会要转型，就要面对要用小款的渔法，这渔船要用啥去买？若要换新的船，该要开偌侪本来买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敢有法度适应，逐项拢是问题，这拢是渔民无愿意转型的原因。还是要再跟渔业署队好好讨论一下，是否朝向增加补助或其他方式让这些捕捞的业者的船只数尽量减少下来。县府讲，今年的规划2场放铃转型的宣导说明会，会分享案例、实务的操作，介绍补助的措施，强化渔民对转型的认识，卖主动去做访视，也有对个案来做辅导，卖继续向中央来争取提悬补助，来提升渔民转型的意愿，也有政策推动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 AI 产业链是真受到国际关注，实体 AI 嘛，互看作是 AI 发展后一个重要的战场。19举行的台湾机器人智慧自动化这个展览，有16个国家甲地区来参加，为智慧制造、整体应用等等，来展现咱研发甲制造机器人的实力。为远监视整体空间了，机器人锁定桌顶的2个药管啊，挖进了自照检查，真紧就找出无共的维他命。这是有到新一代主动式视觉模组，结合 AI 甲光学，美术有到视觉神经，互机器人接到指令了，会晓找物件甲判断，摆脱传统单一动作模式。工厂的应用有很多的是半透明的，或者是闪光的金属加工件，它都可以去适应这样的高反光，然后外界光有干扰，我们都可以用 AI 加上我们的视觉去引导机器人做它该做的事情。这项技术通解决远距离辨识细项物件的难题，嘛通用伫自走车、无人机、机器狗等等的平台，互实体 AI 伫第一线作业更较有实用性。机器人除了要更较巧，嘛要更较卡。传统的机器作坊主要都是开跟合，比如说，我握拿起来就放，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到手指之间的协作。比如说，我要有一些东西需要指腹跟指腹之间的协作，是做不到这些动作，主要差异在这边。有5支手镜头啊，20个自由度，工研院自主研发 AI 仿生零卡手部第一摆登场，有防水、防尘性能，连手尾动作的捏捏拢会当模拟，甲过去机器人用手底装物件无同，会当轻松完成精密的操作。台湾机器人甲智慧自动化展，甲台北国际自动化工业大展，首相看好实体 AI 发展，有到16个国家地区4500个单位展出产业成果。我们台湾的这个机器人都已经用在电子业、半导体业，或者是在仓储物流这个部分。这个是已经有业界这个实际，而且也是赚钱的。机器人产业链伫台湾强大 AI 产业基础之下，更加完整臃肿，业界完整呈现台湾机器人关键零组件强大研发甲供应实力，嘛真互人看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有29个州联合告 Meta， 指控因下底 Facebook 甲 Instagram 超工设计会当一直飞落去未打底这个形态，也有演算法等等的功能。这毋但互囡仔会算甲条咧，引起忧郁，甚至有诶会想要行底路。这场历史性的审判已经伫咧加州开庭 ，Meta 恐惊会面临上重超过1兆美金的民事罚款。反映大楼外口规定家属咧抗议，顶悬因要400个青少年的相片也有名，这个囡仔因社群媒体危害上后壁行地路。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这个案件互看作是美国史上规模上介大消费者保护诉讼之一。律师咧开庭的时阵就讲，Meta的商业模式就是要甲人白条条，收集人的数据，搁甲社会安尼隐瞒真相。起诉书就直接点名社群媒体会当一直飞无打底，也搁有自动放影片甲起赞的机制，这拢是咧控制人的多巴胺会互人见掉的设计，甚至指控 Meta 非法收集13岁以下囡仔的数据。This is about our children. The next generation, our kids, they deserve to be safe. And Meta has acted unlawfully here. We are here to hold them accountable. 要甲社群媒体改掉到底有偌困难？专家讲，这就亲像咧耍考彩罐同款，观众永远唔知影后一篇答文是会好笑还是会无聊。这款的状况就会互咱的头壳一直分泌会兴头的物质，佮加上这版面会互你一直飞无打底，不知不觉几6点钟就过去啊！对着青少年来讲，根本无抵抗力。Zuckerberg looked the public in the eye and said their platforms were safe. Well, Mark, look me in the eye because you're a liar. 前 Meta 内部的分批仔人嘛出庭来作证，讲青少年来接触这多样的内容的人数是比 Meta 公布的数字关至少100倍。更加强调 Meta 的高层早就知影这个平台是会危害青少年。虽然公司是辩解讲，会见社群这毋是医学的诊断，而且继续推出家长的控制工具。毋过判决若是成立 ，Meta 毋乃面对上济1兆4000亿美金的罚款，无得卡这款会互人见掉的演算法嘛爱停用，彻底改变全球社群媒体生态。公司新闻4派选朋友。继续转来看咱在地消息，有业者要伫咧中华大村起一般事业废弃物的坑台场，面积差不多是15公顷，
拜三做环评审查。不过在地居民抗议讲，这抗台场的地点是山坡地，也有自来水相关的设施，惊会有污染甲安全的顾虑，所以希望县府唔通互这种开发案通过。经过审查，环评委员要求业者都要针对这开发的必要性、地下水的监控，也有山坡地稳定等来补充甲说明。伫咧11月30进前保行在心。反对大海，反对污染。居民夜机啊化口河抗议，有业者要伫彰化县大川乡起一座大约15公顷的废弃物安卖场，要收废玻璃、土木建筑等这些废弃物。拜三举办第2阶段环评报告书审查会议，不少民众甲环保团体到现场抗议。因表示开发地点是伫山坡保育地，牵涉到侪环境污染甲山区安全问题。就烦恼讲，也像安尼，我手踏落去，就阮遮就是无多生活水啦吼，啊田啦拢污染啊。今啊，就是保护这个水源区，莫阁受到污染嘛。没有开发必要性，对水源会有污染。工程过程之中会填大量的土方，11万立方公尺。所以，如果下雨的话，这个土方不就变成土石流吗？环保团体表示，开发地点的地质真脆弱，唔但会有影响水土保持的顾虑，附近也有公共用水的地下水设备。这么大型的开发案会影响八卦山的生态环境。开发单位表示，环境影响评估拢有做齐全的规划甲配套。那彰化县环保局表示，这案因为有环境敏感地区开发的问题，所以进入第2阶段环评，一定会谨慎评估。做了完整的一个水土保持的一个措施。地下水方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掩埋场的底部有双层的不透水布，保育措施的话，我们也会有做生态廊道。他112年就提出了这一个案子的开发计划，我们开了环评会议，认为说，因为他在山坡地开发，有一些环境的敏感问题，所以我们进入了2阶环评。我们希望环评委员审慎的来进行这个案子的整个审查。环评委员认为，这案要搁针对开发的必要性、地下水的监控、山坡地稳定度这个部分补充说明，而且这案附近搁有花坛乡的土石风资源场咧申请开发，两案应该做伙评估交通甲空气污染的程度，要求开发单位要伫11月30进前保行在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即马是要继续向北延伸到永康。在去环评初审的时阵，环评委员关注施工的过程对附近环境的冲击，也有征用私人土地造成的影响。今年年初，工程人员要爬电锯，甲台南铁轨路地下化工程永久轨全线铁轨路接起来。新台南车头交通部表示，大概10月底就会通车。今仔这项地下化的工程，佮继续往北延伸去永康。透早案件伫咧环境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初审。那往北的这个延伸永康的部分，一直是台南地区引颈期盼的一个地段，希望也能够配合着这个台南铁路地下化部分往北延伸。延伸去永康的路线转长6.7公里，大桥站甲永康站改做是地下车头，而且佮增加一个地下空桥车头。铁道局就指出，地下化会当甲铁轨路的阻挡用掉，甲两边的道路接起来，佮会当甲三架环交铁轨路用掉，避免铁轨路发生事故。嘛会当甲附近的土地另外运用，开发面积24公顷，还佫需要动用4.48公顷私有的土地。如果长期安置的话，可以用所谓的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来做长期的安置的部分。那如果是属于弱势户的部分，就可以用设宅的方式来进行。也那环评委员嘛真关心施工的过程，附近的建筑物敢会受到影响？大概有100多栋了，哈，100多栋。那这个受影响的建物、民众等等这些问题哈，也必须要有一些安置啦，或者相关的一个妥善的规划跟说明。因为铁轨路边有真侪学校、工业区，环评委员认为施工的过程、才会噪音、震动，还佫有落落去的问题，要加强评估说明。某委员真关心饮水的问题。还是看不出来到底未来这个整体的保护的状况会怎么样？因为进前台南铁轨路东线的工程征收人家厝，互在地居民真反对。环评委员对征收还有安置有足侪关心。即摆往北延伸去永康，铁道局嘛表示，即摆用临时铁轨路采取征用的方式，先针对建筑物、实物等等的物件进行补偿。但永久铁轨路完工了后，土地会还予所有权人。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县长的参选人，也就是现处时台北的市长郑朝芳去互检举，讲伊若像伫咧竹东有起一间农舍，照规定敢会当起150平，不过这现场的建物却是有甲2倍大，可能是违章建筑。19早起去现场抗议，要求郑朝芳来说明。也那郑朝芳办公室是回应讲，这个建筑物甲因无任何的关系，请外界莫乌白喊。农舍违建，耍赖回避。耍赖回避。花口河要求当事者出来面对，新竹有议员指出，这栋新竹县竹东的农舍，按照法规应该只有152平，但现场看起来面积约300平，指控疑似是违章建筑，而且所有权人是要参选新竹县长的台北市长郑朝芳家族的。150平变300平，那个太明显了。哦，可能我相信违建应该是确实的啦，因为这个太明显了。如果是背后有门神，哦，我们也要了解说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大胆的盖出2倍的违建。大家要遵守规则就对了，不应该违建就不要违建。针对外界质疑，建物所有权人也出面澄清，讲建物一切拢有依法申请，并无违规的状况。我去合法到县政府去申请。然后盖个房子，你们觉得有问题，你们就去查嘛，对不对？政府说该怎么办，我也就怎么办，我绝对没有第二句话。竹东镇公所讲，已经有派人去调查，按现场状况回报新竹县政府，一切依法处理。就到现场去做勘查，好，那针对它的现况的部分有拍照，并且有记录起来，预计会在今天就会发文到县政府去。那后续的认定的是否为违建，就是属于县政府监管科的一个权责。按那郑朝芳办公室是回应，郑朝芳甲这建筑物无任何关系，请外界停止谣言。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一只搜救犬 Wilson 去年因为意外来过身，不过即马却是有一个已经离职的消防员，伊讲这只搜救犬是去互虐待、互掠去弄壁才会来死亡。即马花莲县议长要求消防局都要提出专案报告，而且会调查到底。细细只的搜救犬伫咧灾害现场真勇敢，软来软去，详细咧找找受困的民众。伊就是花莲403大地震的时立功的搜救犬 Wilson， 互外界讲是特殊小钢炮。不过去年5月，花莲消防局对外宣布讲 ，Wilson 伫训练的时因为闸门关无好势，对3楼摔落来死亡。经过1冬外了后，煞有进前的消防员出面来压坑，讲 Wilson 毋是单纯摔死尔尔，指控伊毋能去防站，甚至是牵锁啊直接牵去弄壁，致使头壳重伤死亡。伫咧网络是引起真大议论，花莲消防局长也亲身出面来陪会。我当下也有对狗狗的大体做一个检视，那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伤痕。在整个水化的过程结束后，我们检视狗狗的那个头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都没有发现有被虐待或是头骨有破裂。面对互人指控虐待狗仔，花莲消防局是展出动物病院开的图号证明，强调 Wilson 是意外死亡，而且公布狗仔伫水化了后骨头的相片，强调遗体头骨完整，绝对无虐待狗仔这款代志。林肯员因为训练的时阵无细致，致使狗仔意外摔落去死亡，已经受到记告甲调职处分。即马网络议论是愈来愈激烈，花莲县议长嘛要求消防局都要将证据公布出来，互大家看。我已经要求花莲消防局在8月31日召开临时大会的时候提出来做专案报告，把证据摊出来，把真相说清楚。那我们不会预设立场，也不会冤枉任何人。如果调查发现确实有人为疏失，该负的责任就要负。伫咧突击队内底勇敢救人的特殊小钢炮，在生时阵算咱像受到不同对待。如今消防局佮互人质疑暗藏真相，正做社会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每一年韩国釜山的国际凌船节，拢会邀请世界各国爬凌船的高人来参加比赛。今年的比赛是8月2日起过，咱台湾台东一个阿美式巴拉雅拜部落，因的凌船队即届有受到邀请。这个队伍过去捌参加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嘛捌摕到金牌。这一届是因第3届去韩国比赛。有选手讲，希望国内嘛会当以后举办这种有国际性的比赛，安尼就唔免家己总经费去参加比赛。
阿美族巴拉雅拜部落龙船队2日要参加韩国釜山国际龙船邀请赛，19台南县政府到部落授旗，嘛赞助经费，希望因会当让国际看到台湾。巴拉雅拜部落龙船队要参加国内各种大小小龙船赛，而且2017年和2019年嘛拢要参加韩国釜山国际龙船邀请赛，嘛摕到金牌。选手有做室的，有做水电的，嘛有老师，足侪各行各业拢自愿参加，利用休困的时间来练习，而且逐摆比赛拢是家己总钱。即摆去韩国，无款的钱无够，选手就爱家己贴钱。部落和选手嘛拢希望国内会当举办国际龙船赛。出国的比赛经费都是先由队员自己出，然后像我们，因为我们这次我们就是出一个人2万块。我倒觉得建议一下，我们而后呢，台东是不是可以举办一个比较有规模性的国际性的这个龙舟比赛，就在我们台东现有的这个活水湖了。县府就表示，台东县活水湖是真适合的场域，目前这个所在已经交予运动观光科来管理，未来嘛会参考部落的意见，举办国际龙船赛。记者综合报道。在云林斗六，有民众将车插伫咧路边的停车格，了后驶出去点外钟，后来转来的时阵，佫停伫咧共一格。不过因为这个车主无甲原底停车单摕落来，历史这收费的人连伊无伫哩的时间嘛拢算钱。公所讲已经有处理啊，无互这个民众加纳钱，嘛要求收费员伫咧开单的时阵，就要照停数，避免超收的事件佫再发生。大斗六的张先生手提是停车单，10号伊甲车停伫咧斗六市上海路的停车格，这中间有开车去买物件1点外钟，佮转来停伫咧同一位，所以因为无甲原本的停车单摕落来，这中间无停车的时间嘛去互收费员，等伊若等甲满，认为停车钱去用加收。这不是1-2个的问题啊，重点就是说他们应该有标准的 SOP 才对啊，不应该说。我车子不在，然后他们可以直接开。重点是他们开之前应该要拍照，确认说这台车是有停在这里的才对啊。不应该这样做有车才能开，没有车怎么可以一下子就开整天？你自己的习惯呢？我会拿走啊。你会拿走呀？嘛有乡亲讲，为着避免困扰，停车了后会先甲停车单摕落来，才袂去用加开停车钱。若斗六市公所讲，目前经过统计，有2个个案已经请委外停车格收费业者爱甲相关的费用甲扣掉。还在停同样的位置，所以可能我们停车业者在时间差的部分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判断。那我们公所这边后方也做了处置。斗六市公所讲会要求委外收费单位在做停车格收费的时，就要依照规定翕相转伊那。民众若是对收费有问题，拢会使敲申诉电话，或者是到公所来问，才袂互安尼代志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人7月份拢会普渡拜拜，不过烧香甲烧金嘛会带来空气污染的问题。环境部即嘛推动新的环保政策，烧金都要集中烧，分量爱杂，也佫有代替烧，以尽量减少烧金的方式来鼓励环保拜拜。目前已经有不少庙寺推动甲响应。尊重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习俗，可是爱护环境的本身，尤其是在这个宫庙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都要顾，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也感谢龙山寺，也感谢这个中顺庙，都愿意想到我们所有的信众的健康，还有每个人的健康，愿意来做这个事情。现在集中烧呢，大概多少呢？去年已经3.96吨了，3.96万吨啦，万吨哦！你看哦，一吨这么多。将近4万吨长什么样？你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很可观，很可观。环境部长裴启平讲，烧金集中烧，同款会当传达民众的心意，呼吁信众多多配合。而且焚化炉拢有空气污染监测的设备，烧金的时阵会当控制有害物质的排放，来确保空气的品质。也若中顺庙嘛甲台合作，伫庙内底安空气品质即时的监测器，也佫有室内空气净化系统。只要这用液微粒达到一定的高度，通风的系统都会自动开。环境部呼吁大家都要合作，做伙来减碳，来改善咱的空气的品质。来看真出名的关庙面，若要好食，都要曝汁甲烤烘。最近中原普渡连面特别高啊，订单是袂少。不过这阵啊天气无稳定，过道清在落雷公雨，所以通曝汁的时间较少，地处做面有去牵着。
也那天气的方面，气象署提醒，这波水汽会持续到2月，才会豆豆恢复稳定。日头卡大粒汗、细粒汗，工作人员甲一个比态排几排，这顶悬放的就是关庙面。关庙面就要经过日头甲自然风晒2天，讲安尼食起来较好食。这阵中原普渡要到啊，台南关庙做面工厂，这阵介无闲，就算一天的产量有3吨，6月提早赶工，库存嘛是空，刷落来会有寡雨水，互因大家拢咧抢日头。订单加3成，产量减2成，为着应付咱国内即个普渡的迄个单吼，阮会甲外销的即个订单吼比较较延期。另外一边有业者认为，今年的产量甲销量甲去年同期无真差真济，坚持靠日头晒面的制停，面若晒无干，就惊熬生菇。为了避免无法度照时间交货，有做面的工厂惊到时日头无减，所以咧接单有先品明，若准天气无好，就会主动退单，也是延后出货，确保品质袂走精。如果天气真的不太好的话，就是偶尔会退一下单啦。7月底到8月中旬，有可能会往8月底，可能都会受到大低压带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今年的话是有影响到的啦。影响到说产量也不能说供应的很足够这样子。这波无稳定的天气主要透西南风，所以雨水会较济，造成南部地区这阵下晡较会落西北雨。南部的天气，那从明天早上开始，可能会逐渐开始有阵雨或雷雨，那降雨几率的话会高达70%左右。虽然因为天气无稳定，互因歹做工课，不过业者也是会随时看天气、看书办事。气象署南区气象中心提醒，这波水汽爱到2月了后，才会较收煞。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9度至33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